請問一下，喂，有黑到啊！歡迎光臨，嚟我哋廣東重生啊，好多優勢㗎。哦，有什麼優勢啊？喺呢度重生可以令你體能發達過人啊！為什麼？因為呢度中考要體測，所以初生每次體育課都係跑800同埋1000米。等你練到跑完800同埋1000米，只需要3分幾鐘，人生最快，快過蘇神啊！再見。唔好走啊！喺呢度仲可以令你嘅英文口語好過其他人。為什麼？是因為外國人多？因為有呢個。生活就像海洋，只有意志堅強的人才能到達彼岸。This is an apple. I like apples. Apples are good for our health. 我去隔壁啦。等陣啊！哦，喺呢度你一出世就係大少爺、大小姐，甚至可以做官，仲可以做皇帝。在哪一戶出生都是，邊度都係。嗱，你睇，起床啊大少，做嘢啦大小姐，咁多要求，俾個官你做好冇？食飯啊，皇帝！我真係沒空跟你們鬧啊！唔好啊！快啲諗啦，仲有咩優勢啊？哎呀，諗唔到啦，好似真係冇啦。那我問你們，你們這兒是不是有很多會飛的廣式雙馬尾？係啊，好多曱甴㗎。那我在這裡重生，是不是就能從小練就一個技能，不怕廣式雙馬尾？這不就一個優勢了嗎？冇啲咁嘅事，無論幾 local，每次見到都係會驚足一世啊！